你有冇諗過點解咁多國際公司都中意嚟香港發展？秘密就係雙重徵稅協定，簡稱 DTA。咁究竟呢個 DTA 有咩咁巴閉？聽我慢慢解釋啦。首先最正嘅就係你份糧唔會被兩個國家重複扣稅，慳翻唔少。跟住仲有海外公司派息、利息同版稅嘅扣稅率，分分鐘可以大減價。萬一稅局有咩爭議，仲有晒白紙黑字跟程序，唔使經口同被拗價。講到着數真係多到數唔晒㗎。外派員工即刻免做稅務夾心餅，慳錢又省心，做跨境生意嘅成本即刻輕晒，個個老闆都笑哈哈。投資海外市場個信心即刻大增，話去就去。而家香港已經同超過40個國家簽咗呢啲免雙重抽水協議，仲陸續有嚟添。無論你係打工仔定係大老闆，識得運用呢啲條款，真係可以慳返一大筆價。心喐都想知自己合資格拎邊啲優惠，唔使猶豫啦，快啲聯絡我哋了解詳情，等專業團隊幫你慳到盡啦。